观众朋友，咱伫咧网络引头路正经讲爱情势利，台中就有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伫咧网络看到讲香港咧招人才，就伫咧3月要甲同学小招要去遐做工课，说红阿去柬埔寨做诈骗。也一个女大学生的阿公为着要救查某损失费13外万，不过也是等无人。落尾政府斗3天，也一个女大学生甲因同学昨总算是顺利返来到台湾啊。 李同学潘行李伫李长的陪伴下，将转来到台中沙鹿的厝。一看到外公了后，随个外公揽掉咧。李同学拄满18岁，正读大学进修部1年啊。因为看到网络有头路要找人，三家无厝内底人知影，甲同学斗阵到香港去工作，要互阿到柬埔寨金边的诈骗园区去做事。我们到了香港之后，他们说香港目前没有职缺，对，然后就。 公司联系我们说，要到金边分公司。诈骗集团5月联络家属，要求汇款熟人。李同为外公汇代票13万6千块了后，却是医院等无走孙仔转来，要只好报警才协助。经过外交部刑事局驻外联络官，也有民间人士走总之下，李同学甲伊的同学2个人将顺利离开这个诈骗园区，并且伫7日下晡5点10分平安返来台湾，由警方接机进行后续调查。 松一口气安尼啦，都豆豆放安尼啦，啊，我是甲讲啦，讲转来就好啊啦，啊后摆唔通搁迄落安怎安尼啦。是在网络社群平台看到诈骗集团征人广告，所以相约前往香港应征工作，辗转前往柬埔寨诈骗园区，抵达后遭限制活动，使惊觉遭诈。 李同学讲，伊到诈骗园区了后，每天工作超过12点钟，虽然无防疫台也无防拍，不过烦恼讲4人拢无法度搁转来厝啊。也这园区要10外的台湾人互控制。警方讲，后续的就2个人所提供的事情继续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